每一天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仔是10月初7，哥林多前书10章14节到22节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拜偶像的事，拢唔通插着。我看恁做明白事理的人，甲恁讲话，我所讲的，恁家己通判断。咱咧啉迄个感谢的杯，敢毋是咧分享基督的血；咱咧食迄个擘开的饼，敢毋是咧分享基督的身躯。因为饼只有一块，但虽然真侪人，犹阁是一体。因为咱做伙食同一块饼，用一些人做底，遐个食祭物的人，甲祭坛有关系。安尼我咧讲的是啥物意思？是讲偶像有啥物重要？祭物有啥物要紧的无？是，我是咧讲，献伫异教祭坛顶的祭物，是献互鬼，是献互上帝。我无爱恁甲鬼交叉，恁啉主的杯，袂用得阁啉鬼的杯；恁参加主的宴席，袂用得阁参加鬼的宴席。咱要激主怨妒是无？咱比伊较强是无？保罗提醒哥林多的教会，因伫食拜过偶像的面顶头，爱水，爱真细腻，无伫遐甲魔鬼交叉，反倒当爱将性命分别做成，因为咱拢是属实的。互咱伫所行顶头，特别伫食食顶面，袂通下伫